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5日 AM 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就会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民调由韩国瑜以44.8%赢过其他的参选者。香港反送中歹收线，14沙田游行搁再传出闹火冲突。 传出铁轨路变形，火车行到桃园内力甲中立这搭又加真厉害。头先咱来看国民党总统初选的部分，目前民调已经出来啊，由高雄市长韩国瑜得到44.8%的支持率，赢过其他的参选者。政党对比也赢过蔡英文甲郭文哲。 韩国瑜表示讲，家己无感觉欢喜，颠倒大头真重。虽然其他候选人也呼吁讲爱团结，不过张亚中是在当场批评其他人的论述，气氛有影真解救。顺利的通过第一关的，我们今天要特别恭喜的韩国瑜同志，要感谢你啊 ，wonderful。 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结果出来呀，高雄市长韩国瑜以44.8%真悬的支持率，赢过郭台铭的27.7%，还佫有朱立伦、周锡伟、张亚中等人。伫咧政党对比的方面，韩国瑜是47.7%的支持度，嘛赢过蔡英文的15.8%，还佫有郭文哲的18%，用真悬的支持度胜出，确定要代表国民党来参选2020总统大选。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一丝一毫的喜悦都没有。 我感觉到无比沉重的压力，需要我来澄清解释的，我会继续来努力。恶意黑函的，希望能够就此告一段落。韩国瑜嘛学了其他参选人的表现，嘛强调讲未来会整理其他人会当用的论述，有机会来推上这寡政策。其他两个参选人周锡伟还佫张亚中嘛表现出因的君主风度，拢来甲韩国瑜揽一个。 周锡伟呼吁讲，大家爱团结。张亚中是批评其他参选人的论述无法度建立应该爱有的理念。韩国瑜一定会被民进党追杀，我们大家一起来做韩国瑜的天龙护法。其他4位参选人的两岸和平、文化教育、军公教、年金改革等政策，完全无法树立本党应有的理念价值，更难以区隔本党与民进党在本质上的不同。初选参选人相互截长补短。 与本党团结一心，才能抵挡民进党的步步进逼。初选结束，国民党党内爱团结。韩国瑜马上就伫当中用的外口，是欢喜甲亚国旗伫遐伫下，庆祝伊要来挑战总统的大位。韩国瑜变做国民党新的头人，要来拼2020，佮甲政权抢倒来。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要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年的总统大选。韩国瑜随去拜访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加前国民党主席连战来寻求党内整合甲支持。朱立伦也表示讲会来团结拼出线，不过郭台铭拢无出面来回应。郭台铭敢会脱党来参选，变做分裂国民党的关键，值得咱继续来关心。 高雄市长韩国瑜赢到党内总统初选，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第一时间无出现伫党中央，选择伫伊的办公室来召开记者会。伊讲伊接受初选的结果，佮强调讲希望大家团结来拍拼咱台湾的前途。因为我常常说过，成功不必在我，成功一定有我。我本来就是不计个人荣辱，希望团结打拼台湾的前途。 要团结来拼胜选，韩国瑜胜出了后，随开始规关的拜会行程。第一站来朱立伦办公室亲身拜访，两个人讲要半点钟。接落来，韩国瑜佮亲身拜访前国民党主席连战，找找党内整合，变做韩国瑜胜出了后的第一个任务。我也会谨记他跟我讲的，团结最重要。结束之后，我会立刻来联系郭董事长，只要确定时间，立刻登门拜访。 韩国瑜原本嘛要去拜访郭台铭，啊，毋过煞去互拒绝，因为郭台铭用已经去病医来探访妈妈来做理由，时间无法度配合，拒绝见面。针对初选结果，郭台铭敢若发表声明，先恭喜而且祝福韩国瑜，佮讲当在思考，敢会当替伊所爱的土地，啊，佮有善良的人民来做啥？对中华民国的热情是永远袂改变，奉献的决心嘛永远袂放弃。
这个话那就是伫替郭台铭的后一步来做准备，未来敢是会脱党参选，还是讲找第三势力来合作，外界是真关心。尤其是郭官配早就已经有风声。有时候以前没有很仔细想，现在开始认真想了嘛。这也不是你想跟人家合作，人家就在跟你合作。所以你想跟他合作？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奇怪，你们为什么那么担心这个几天后要发生的事情？等事前发生了再烦恼啊。无参加初选的王金平虽然声明未脱党参选，不过最近以来，伫各地成立金平之友会，累积地方的能量，算是伫党内一个真重点的少数力量。佮加上郭台铭暂时无表态，嘛互国民党内分裂的危机引起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台湾外交的部分，总统蔡英文拜访到加勒比海市的友邦，来到了第2天。创了英文也强调讲，会甲友邦有观光甲教育的合作。那讲到拿赢总统初选的代志，等咧拼外交的蔡总统也强调讲，国内代志等到台湾再讲。当地圣克里斯多夫及尼维斯访问的总统蔡英文，当地时间14号早起出席由台客两国做伙策动的尼维斯岛海花景观公园动土典礼，成为头一个去到尼维斯岛的咱国总统。那么这项合作计划兼顾了环境友善、在地参与跟永续设计的理念，整合各界资源一起投入，可以说完全符合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的目标。除了在观光产业协助饮食发展，教育方面，蔡总统甲客国的总理哈里斯见证之下，两国嘛签订技职教育甲职业训练合作协定。海洋国家的发展也需要优秀的人才来支撑。刚刚我们见证了技职教育合作协定的签署，台湾很乐意分享我们在技职教育领域的经验。Inde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Federation of Saint Kitts and Nevis have a deep bond that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President Tsai's visit is the ultimate reflection of this. 当地友邦拼外交的蔡总统，面对着中共发布要伫东南沿海来做军演，强调国军是全程拢有掌握，同时嘛向中国来发话。我每次出访的例行性的演习了哈，那但是我们国军都有全程的掌握啊，我们也希望这个中国方面作为一个大国，对于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责任能够认真的看待哈。另外，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出来啊，牵动着未来国内政局的发展，蔡总统犹原是信心满满。有信心可以胜选吗？不管国民党会出谁来。那个问题，你问了一个答案很清楚的问题嘛，当然是有信心的啊。蔡总统强调，会继续甲友邦有更较侪合作，继续来贡献着国际社会。面对着2020总统大选，蔡总统敢若讲国内问题转到国内才来讲，展现着拼外交的决心。记者欧文良、吴家宝、圣克里斯多夫及尼维斯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形。目前反送中这件代志有影歹收煞。第14沙田举办的大游行，暗时煞了后，也变作是闹血冲突。迄暗结束了后，过了几啊千人继续甲警方来架堵架，落尾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双方拢有人受伤。警方也强势驱离民众，抓到大约40人。警方举警棍攻对民众的身躯顶，结果10多人倒伫咧裤骹爬袂起来，现场爆发激烈的冲突。沙田的大型商场拍甲真严重。时间等来到14下晡，香港沙田反送中游行顶场，主办单位讲有115000人参与。So different from the umbrella movement happened 5 years ago. Most of the protesters came out because of their own choice, but not by any political parties. And we came out because of a simple urge, the freedom of Hong Kong. 但是游行结束了后，有几啊千人唔愿意离开，继续和警方相持。大批防暴警察暗时8、9点开始清场，民众被逼到入去商场内面。警方摕胡椒喷雾干管，用警棍对拍。民众嘛摕雨伞、棍仔和安全帽等物件拍倒转去，警面拢有人受伤。冲突现场一直到10点外才结束。现场留下真侪货架和哩哩扣扣的物件。目前已经知影差不多40个人以涉嫌非法集会的理由被逮捕，嘛有20外个人受伤送
病院。对很多群众来说，要求独立调查或者其他的问题，事实上政府都没有回应。最近几个礼拜里，可以看到他每一次声明都是公开谴责示威者的暴力，很多人就说那警察的暴力了。如果政府没有一个公正的答复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政府是在袒护警察，就慢慢已经变成了下一波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诉求了。香港反送中示威伫咧7月了后，调整7条做遍地开花，将战场扩大到各地，煞不但当着警方以强势驱离来反制，地区警民冲突强度升温。反送中抗争已经烧个月，7月底进前按算对17到28，共要逐礼拜拢会有系列游行活动登场。学者认为，港府若是无重视民众的心声，并较回应诉求，恐惊后续的冲突阁会继续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铁基路内力到中立这段出现着铁基路弯曲的情形，下晡台汽的区间车行到这带时阵，又有影真大力。值班人员回报了后，发现讲方向有可能小可走去啊，也有可能是因为天气收热，铁基路膨谷变形。暗时总巡过会搁再调查详细原因。台铁区间车1177车次下晡1点02分经过桃园市内里到中立，东正线64.3公里的所在，车出现无正常的刷震动，那就是铁基路变形歪曲。那个上下晃动是不正常的，我们火车在走，难道你铁轨是上下晃动？对。万一哪一天那个铁轨断了你也不知道啊。台铁随通知公务单位去现场来勘查，发现铁基路确实有一寡无正的状况。路基松软，接有焊的不好，天气比较热，看着就比较明显。铁基路虽然无到弯曲的程度，啊，毋过斟酌来看，原本是直直的铁基路，出现一寡弯曲，有淡薄变形。落尾台铁随甲火车的限速降到1点钟30公里。另外，迄当阵铁基路的温度量起来是51度，虽然讲无超过前方60度，啊，毋过嘛有可能是因为温度相关，造成铁基路的方向来刷震动。它只是方向微微的跑掉了，并没有到弯曲。今天温度有比较高一点，51度左右了。台铁强调讲，暂时有甲铁基路用好滴，而且派人来监督列车行车的状况。车速即摆已经提悬到每点钟50公里。这个所在区间车每一班前1分钟到2分钟，暗时会甲这个路段封起来，来甲铁基路调整救好滴。若是铁基路弯曲的问题，敢是因为天气受热造成的？台铁阁来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日前发生铁路警察放胎死过往的事件，台铁企业工会也要求台铁来检讨到治安的问题。不过，台铁今日下晡召开安全的检讨会，拢无邀请接触旅客的列车长代表。台铁企业工会认为讲，这款的行为根本就是要圆要变家己屈，拢无沟通的机会，拒绝参加。明仔载会直接甲交通部处长王国材来表达诉求。补票纠纷却造成台警被叫代替承诺1个月来检讨维安下晡开会，针对列车维安事件通报进出站无票旅客管制、执勤人员自我安全防护训练、环境资源措施、列车安全防护演练等6项议题讨论。会议中，对列车长防身器材讨论上热烈，最后决定另外开会会诊需求。需要的配备也很多种。那我们今天会议里面主席也责成我们的运务单位在针对同仁的要求这一部分呢，再开一个会议来聚集说大部分同仁所需要的一些配备。台铁表示，针对无票旅客进出也伫3年来完成新的开关门，目前伫招标阶段，不过这场安全检讨会议，台铁企业工会却拒绝参加。工会表示，台铁伫发开会通知时，请的拢是一办公室的主管，只互工会干部列席，并无邀请第三员工代表。安尼会议是真表面。他没有尊重到我们一些现场的真正的一个诉求面，他唯独今天临时这么的召开的情况下。也只有在纸上谈兵，相关的人员的代表的情况下，没有与会的情况下，我们工会也拒绝出席。企业工会批评台铁过去真一摆发生补票纠纷，列车长被攻击已经不是第一摆，到即摆却连基本的防身配备拢无够。将伫拜三直接面见交通部处长王国材，针对员工执勤的安全提出工会版的建议。另外，新竹江好商人成务甲代替员工薪水评价问题，也当面向交通部来澄清。记者综合报道。
人权的部分也值得咱继续来关心。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伫咧面册放一段影片，批评台中警方无尊重外籍的移工。拜六礼拜拢安排真侪警察伫台中的东协广场来巡逻，赶走伫遐无做歹移工。警方来表示讲，这是固定的勤务，已经真久啊，是为着要避免移工啉酒来惹是生非，否认强制驱离的行为。真侪警察徛伫台中东协广场头前，原本一日楼梯移工赶紧收物件，甚至有警察用封闭的方式要求外籍移工离开。代志发生伫顶一周末，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伫网络抛出这段画面，因为移工是土卡是印尼特殊文化，单纯一日开讲，就被强制赶走，有滥用公权力的疑虑，质疑警方强制赶人的正当性。其实台中市或者是整个台湾也不多的空间可以提供移工这样子休闲娱乐的。那警察来这里就代表说我正在盯着你看，那你最好不要做出什么奇怪的行为。我觉得他们在任何地方活动等等，应该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也不希望说自己的就是人权受到影响。东协广场四界拢是真侪个有言禁止的标志。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指出，台湾文化甲移工原生国家无同。硬体环境无够优先，针对性真强。而警方指出，当地常常接到酒后纠纷，固定伫周末拢会排班巡逻，当日并无强制赶人。主要对象就是有酒醉状况的消费完的这样子的移工。到傍晚的时候，营业时间已经结束之后，我们仍然会发现有类似酒醉的移工在这个金字塔附近聚集的话，我们会口头予以劝离。警方解释，目前伫遮活动的外籍移工以印尼甲越南的上济，而这项勤务已经执行10多年。针对路人或者是公共空间，或者是有安全疑虑进行这劝离，并是只针对外籍移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这几日拢是炎天赤日头，不过对拜三开始天气就变化。目前伫菲律宾东方有一个热带低气压正在发展，上紧阴暗就会成做今年第5号的风台 Danas。气象局也表示讲，上紧会在明仔载暗时发布海上警报，下日有可能会发布到陆上的警报。这个热带低气压上紧在今暗到明仔载，都有机会会变强，成做轻度的风台 Danas。那讲到要影响到台湾，就要看到这几日太平洋气压强度的变化。气象局也表示讲，对拜三开始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花莲、台东甲恒春半岛可能雨会一阵来一阵停。也若真正变做风台，伫礼拜4、拜5上届接近台湾，到时阵花莲甲台东以及着南部雨水会较大，请民众爱细腻。人讲好厉害的红狗虾，即马一个红狗虾已经走入到新竹的清大校园内面。政华大园一个走标的运动场最近是围起来，插真侪条红狗虾封地区的告示牌，禁止人入去。清大也随发现随处理，希望开学进程会当封地成功。原本应该是要让学生运动的运动场，刷起防球封锁线袂当入去。原来是清华大学学校内底最近去互红狗遐走入来，草坡面顶四界拢有插告示牌，禁止老师甲学生挖过，才袂去用加。怕被咬到，他可能跑道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教练如果要排一些在草地上做的一些活动的话，可能就会受到影响。这样发现后就联络厂商。那在上一周，厂商做了3天的一个连续的防治，在所有你看到操场的位置，还有我们的附近的草地周围都有进行防治。那已经3天的部分已经做施药完毕了。那在之后，7月份跟8月份都会再陆续进行追踪。新北市政府接到通报了后，嘛随派人去现场采样。目前除了清大有出现红狗虾以外，另外伫新竹真有名的景点南寮渔港的运动公园，嘛有发现红狗虾。即摆已经紧急自由啊！市政府提醒民众，若是伫外口有发现，应该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目前红火与中英这边有列管的有107处，那需要防治的面积大概有580几公顷。最大宗的是一些农地的部分。那农地的部分，除了大面积的防治之外，我们也有提供药剂给农民进行施洒跟防治。
市府人员提醒民众，红狗遐有攻击性，若是去用加着造成红肿碰拍，会使先用地裤甲水来洗洗咧，而且来捂冰，千万唔通甲碰拍了互破，则袂细菌感染，而且爱随去互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到咱台湾的农业，秋兴滚塘走来到台湾农委会随成立着应变的小组，在今日召开记者会，说明一个统计部分。根据目前的统计，即马幼童通报案例，确定全台湾有206件，敢若剩嘉义市还未调查。农委会也分析就发现讲，这个番麦是唯一受害农作物。秋兴滚塘幼童伫番麦田顶悬食着幼叶啊，经过秋兴滚塘应变小组上新的统计，到7月14号为止，幼童通报确定案件206件，全台只剩嘉义市还无沦陷。成塘确定案例是118件，特别注意的是，应变小组分析发现，受到秋兴滚塘危害作物全部拢是番麦。我们也观察到其他的作物，包括我们田间常看到的落花生、甘薯，甚至于有一些牧草类的。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它危害。目前观测到秋兴滚塘只只番麦，不过并无代表含植物草小苗等确定是无受到危害。针对作物受害情形，农委会副主委陈冠贵回应，主要分布伫婚姻关、花莲关。是用经济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农委会表示，最近有一个送包裹的配送员收到坏的饭事情，拍开后车厢，煞雄雄予伊行一条。工会也表示讲，公司有规定，动物若是歪，就袂使用夹的。不过夹的人若是啥物拢无来讲，夹一寡奇奇怪怪的物件，拢是有可能的。统一速达工会7月13日人面切破饭事情的相片，真无奈表示，后客寄包裹啥物拢有，啥物拢无奇怪。下骹的人话嘛引起真侪讨论，有人批评讲真正是小蛤蟆，嘛有人烦恼讲送货的人的安全会去受到威胁。状况是同仁他打开后车厢的时候，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条蛇，他已经跑出来了。那还好今天没有造成前线弟兄的伤害。如果同仁受伤，他又没有办法在及时的情况之下送医，后果我们真的不敢想象。速达工会就是乌鸟在疾病的员工组成的。工会指出，其实公司有规定，动物通拖等等的活体禁止运送，袂当受理。不过，若是寄的人用标本等等的名义来隐瞒，公司因为相信客户，佮家着若是无发现有啥物奇怪的所在，嘛是会正常来寄出。不过，收到饭事情已经毋是头一届，过去嘛捌出现过黄金蛇、加蛇等等的活体，互员工惊到。动保团体表示，虽然动保法第9条有规定讲，运送动物的时阵爱注意啉的水，佮有排泄的环境。不过，敢若有公告内底动物员工爱得到结业证书才会当运送。不过，针对动物运送管理办法，敢若有加ထုတ်加轻，佮有要查证珍贵的动物适合使用。法律行动还是因为阿和的事件，他们才把它放进去的。主管机关应该要即刻去进行这个部分的管理公告。饭事情已经对保育类的动物降做一般类的野生动物，伫运送的方面，对动保层面来看，确实无一个管理；对劳工安全方面来看，劳动部表示，照这个安全规则，头家有责任采取预防隔离设施，也是个人的护具。违法的人上当会当罚30万。工会讲，会阁请公司一定要交代超商的代收人员，甲民众确定包裹内底敢有活体，伫配送之前，就要先注意，才袂阁来发生讲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攻击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在屏东高树大排水沟，昨暗有民众甲机关掌月会来检举这个沟仔红泥做是红色的。不过当地是水源保护区，无应该有污染的工厂伫遐。今仔日县政府派人来追查，研判这个情形是防偷盗食料。原本应该真清的大排水沟，全部变做红色的，民众真正是错一着，赶紧甲画面翕落来，向民代来投诉。这个现场伫咧屏东县高树乡排水沟边仔是田，平常时压水拢会用排水沟的水，看到水变安尼，农民讲真正是有够夭寿的。看下这个买的卫生处讲，就是所以说什么出来的那个水什么都红红的，对，跟我讲好几次。当地村长讲，排水沟变做红色的，去年就捌发生过一届，不过无找到凶手。县政府表示，早起已经派人来了解，不过到现场的时阵，水质已经恢复正常，会甲民众提供的洪水来送验，了解内容物。调查规工了后，初步已经掌握可疑的对象。
上游应该都有禁止这个养猪了，畜牧业都有禁止，那工厂更是禁止的。从那一个水的外观颜色来判它来判定比较可能是水性的那个颜料的部分的可能性是蛮大的，可能包括我们一般民众或者是一些装修工程，甚至有一些简单的那个加工。环保局表示，高树乡启用6日起水源保护区，无高污染的工厂，无排除讲水变色是去互人来倒洗过有色的染料。除了等待检验的结果，嘛会请警方到3天来调沿路的监视器，若是确定违反的人，可能要面对上悬3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国际新闻。南韩受到日本限制半导体材料出口影响，国内半导体业者受到冲击。今仔日有南韩民众伫首尔日本大使馆外口呼吁来抵制日本货。另外，南韩政府也要求讲 ，WTO 爱伫咧23、24这2天的总理事会来讨论到双方贸易的问题。去年，加日本制造的衫，数十名南韩中小企业业者组织伫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外口，甲衫加开等日本货，呼吁抵制日本的货物。 일본의 이번에 그 협상 테이블의 자체는 정말 우리나라를 얕보는 그러한 푸대접으로 보이고요. 일본이 이럴수록 우리 국민들은 함께 뭉쳐서 이런 불매운동을 진행해 나가야 될 것입니다. 这个月4号开始，日本政府限制甲半导体原料出口到南韩，对南韩的半导体行业造成真大冲击。南韩总统文在寅捌真侪届向日本政府要求，甲这项政策剔除。不过，日本刷起出南韩过去真侪届，互人发现捌甲部分原料送去北韩的无正当行为，指控南韩违反联合国的决议，讲是必须爱管制向南韩出口原料。对此，南韩国内除了开始有旅游的抵制以外，嘛有开始抵制日本货活动。 일본 정부가 아베 내각이 각성하고 사과할 때까지 경제 보복을 처리할 때까지 끝까지 불매운동과 판매 중단 운동을 펼칠 것입니다. 另外，南韩马向 WTO 世界贸易组织反映日本违反贸易原则，在南韩政府要求之下 ，WTO 嘛答应，要伫这个月23号到24号，伫瑞士日内瓦总部召开的总理事会会议面顶，讨论两国的贸易纷争。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若是南韩到时阵决定真正起诉日本 ，WTO 会先和双方进行协商，若是有关无法度解决问题，得进入委员会的审理程序。记者陈世东报道。 埃及伫13开放2座上楼的金字塔，其中一座号做曲折金字塔，建筑的方式有影真特别。自1965年开始就无开放观光，这届开放希望会当刺激到观光的发展。 埃及上古早的金字塔之一，斯尼夫鲁法老时期所起的曲折金字塔，伫首都开罗南边差不多40公里远的达舒尔，自1965年以来一直拢无对外开放。埃及政府13决定开放游客入内面参观。 Today we're having a visit to the famous site of Dahshur, which is registered on the World Heritage UNESCO list. As part of the Memphis necropolis, which extend from the Giza Pyramid until Dahshur to the south. 曲折金字塔差不多伫西元前2600年埃及古王国时期所起的，公认是金字塔建筑的过渡时期代表。游客会当对金字塔北边凸出来的入口处，背对下边一条79公尺深的磅空，去到4600年历史的建筑内部，内面有2间房间。另外，考古团队阁发现一系列的古物，包括石材、灰仔土和棺材，其中部分棺材内面有木乃伊，阁有茶。 做的松棕红仔面、雕塑石器的工具等等。Dahshur is a very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site with 5 pyramids at least, 2 pyramids of Sneferu, the Bent Pyramid and the Northern or the Red Pyramid, and 3 pyramids of the Middle Kingdom of the 12th Dynasty. 就着开放金字塔，埃及政府希望会当进行2011年政治不安以来不断受到打击的观光产业。记者综合报道。
咱人若向着日头，乌影就伫咧咱脚趾雕后。塑石器受到的气候的影响，一个黄橙啊雨， is a very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site with the 5 pyramids at least, 2 pyramids of Snefu, the Bent Pyramid, and the northern or the Red Pyramid, and 3 pyramids of the Middle Kingdom of the 12th Dynasty. 受到开放经济差，埃及政府希望会当进行2011年政治不安以来不断受到打击的观光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就是发觉奇奇怪怪咱人若向着日头，乌影就伫咱脚趾雕塑后。石器的气候的影响，一个黄橙啊 Dashur is a very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site. 間違いなく低温ですね。低温と日照不足です。あ、そうですか。弱ったもんですよ、今年はね。经过日本气象厅表示，受到来自鄂霍次克海的高气压影响，以日本东部甲北部的太平洋这边为中心，带来真湿的空气。为顶个月底开始，大部分拢出现落雨的天气。为昨日为止的10天来统计显示，气候馆平均日照2点钟，东京市区平均日照2.9点钟，剑桥3.5点钟，福岛12点钟，拢比往年减少真济。其中，东京市区的日照平均时间已經連續17天無加3點鐘，這是31年前，昭和63年，也就是1988年以來，沒出現過狀況。東京正經歷梅雨帶來涼氣，也就是所謂的梅雨寒，已經連續8天上懸的溫度無加25度，打破平成5年以來7月紀錄。保育園では結構いろいろ風邪が流行ってたりとか、この子もずっと鼻水が止まらないので。鼻水大丈夫？鼻水大丈夫。大丈夫。鼻水垂れてるけどね。日本氣象廳預測，未來一禮拜依然是落雨，日照時數甲氣溫攏比往年還佫低真濟，呼籲民眾愛保重身體。記者綜合報道。2020年總統大選，國民黨由韓國瑜代表，民進黨是由蔡英文要來拼連任。有學者來分析講，兩個人要輸贏，除了家己本身條件好也歹以外，閣再愛重視的是陣營的整合。另外，閣再有加上中國影響，也變做變講是要較挖中國，也是保護台灣的戰爭。也若郭文哲敢有要參選，也是影響局勢有影大因素。2020大選，國民黨總統初選的結果是韓國瑜來出戰，民進黨是蔡英文來爭取連任。蔡韓對決，蔡英文有現任行政優勢，尤其是人即馬當地參訪，會當強化台美關係有真好的形象。韓國瑜是真在地化、真瓦近人民的生活，兩個人都有家己的優勢。毋過學者分析，蔡英文佇年改勞基法修法引起軍公告，還有勞工的不滿。韓國瑜是對公共政策無識，還有大一參選的考驗，可能會造成傷害。他当然是玩阶级啊！你也知道他是被瞧不起的嘛。你们每一次就是把我们绑住嘛，中下阶层、军工在绑住以后呢，但是吃香喝辣是你们，他们当然会反弹嘛。我讲说，所以这里面的这个韩粉这个部分是牵涉到国民党内部的，其实是还有阶层之间的。尤其是韓國瑜大一參選，互大家罵講是落跑市長，立亞甲民間團體做伙來甲伊攻擊，罷韓的人數已經來到13萬份，罷免行動要閣升級。他代表國民黨出來參選，那我覺得這樣子就是背信了他之前對高雄的承諾啦。反韓甲挺韓變做真激烈的對比，不過2020大選，立亞最近一直殺中國侵入國安議題，蔡總統主要是保台論述，不過拿亞說主張未來要甲中國簽和平協議，和中國的問題變做大選的重點，甚至個2020變做親中保台的路線之爭。中國議題也好，必然是台灣選舉裡面越來越重要的話題。台灣的選舉如果完全不看中國，那個選舉是選假的啊！所以只是說用什麼角度來看中國。學者分析，立亞內部有統派整合的問題，那也是面對初選脫黨參選，還有王金平政治拍算等等分裂的課題。尤其是即馬台北市長郭文哲剛是有要參選，嘛會去影響到大選的結果。各方的勢力千萬要愛注意。記者綜合報道。日頭會學運的領袖林飛帆今日接任到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帆也強調講，會接這職務是感覺中國介入台灣的情形有影真嚴重，要來做社會轉型的世代對話。
和民进党主席窦英台秘书长罗文嘉做伙翕相。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环正式加入民进党的副秘书长，加入民进党。林飞环强调讲，接这个职务是感受到中国对台湾的渗透真严重，未来会致力在社会转型的世代对话，守护本土政权。北京代理势力也在台湾有多重轴线，以不同的论述形式，企图将台湾置于一个中国框架底下。因为林飞环过去至少10天对总统蔡英文、总统府秘书长陈桥等人批评施政无妥当，加入民进党的举动更加引起关注。林飞环加入民进党，不是选择时代力量，是立委洪志勇发文评论，嘛互外界解读，林飞环有可能将时代力量少年人的选票炸去民进党。真正的重点跟焦点不会只是在选举的竞争上面，选举是一时的，那未来在政策上面。朝野政党如何互相的对话，在议题推进上面能够更多的合作。我们不得不承认哦，其实飞盘的这样的一个抉择，其实是有一个指标的一个抉择哦。毕竟他过去跟时代力量的这个关系是这么的友好跟亲近哦。对林飞环的加入，窦英台强调讲，欢迎少年朋友加入了后，让团队更加少年、更加有活力，变成改变民进党的力量。过去半冬，伊和林飞环真接见面，真欢喜有这款的人事安排。未来嘛，请林飞环伫咧选战和青年政策等部分多多投入。记者综合报道。回忆枪的2号机运转执照今仔日到期，正式要来退休除役。不过有环保团体认为讲，除役的工作小组阶层伤过低，应该爱来提悬。代替也强调讲，8月就要来开拆外口送电的铁塔，是要拔真的，唔是假。选立1枪2号机运转执照过期的日子，环保团体一合力台电门口。在地反响团体表示，等1枪毕业等40年，即马总算等着，但目前社区都业计划委员会急速上低。只放在新北市政府这样的层级明显不足，与我们环团在行政院所提的诉求，由行政院层级成立，完全相违背。毛环团指出，2号机目前的状况阁是伫大修阶段，烦恼只要完成大修，就有可能另外找方法，寻求重新运转的可能。恐惊即马是假除役真大修。因为他们都在玩这种文字游戏，所以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说，核灾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谎言，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揭破它是假除役真大修。但台电说明，两部机组反应炉内底拢有燃料棒，电厂确实是比较大修模式进行安全维护，但8月中就会开始来进行实际的拆除工作，无法度送电，这哪有可能是假？我们也会在8月中旬把整个我们核一厂电力往外传输的第一个联络铁塔来予以拆除。那其实就已经证明了台电有除役的决心了。我不懂什么所谓的巧门是什么。原联会表示，就算进前的状况是大修，确实完成大修以后，2号机的运转执照嘛是已经到期啊，就代表机组无法度去运转发电。记者林俊明、陈信良台北报道。回忆枪也是对着咱台湾经济伫咧起飞，伊也是台湾头一座的核电厂，也是大兴退休的核电厂。当时台湾受到美国的帮助，推广核能的和平使用，落尾改验了后，真侪人反对核能的危险性。回忆厂也伫日本福岛的核灾了后，决定无要搁再延长使用年限。黑白影像留存的是民国68年11月，核一厂完工的时阵举行的典礼。当年行政院长孙文泉和中国来宾上千人共同出席，见证台湾头一座核电厂诞生的历史时刻。原子弹带来的破坏性是非常惊人的，但是原子电厂却是建设性的。台湾伫40年代，甲美国表达参与推广原子能和平用途的意愿，两国签署合作协定，展开核电厂兴建。完工仪式进前，两台总地容量63.5万千瓦的机组已经上转。2号机伫咧启动后，更加创造了烧电线稳定运转418天，打破迄当时的世界纪录。总之，我们期盼追寻原子能和平用途而带来的福祉。只是原子能和平用途，随着台湾社会改革，开始遭遇到反核声音的挑战，或者煞变成北海岸居民背袂掉的噩梦。坚决反对甘肃苏村长！坚决反对甘肃
一场运转将近30档了后，不得不面对核废料处理的问题，提出要起大型的储存设施。北海华居民坚决反对，不愿意沦做核废料永久存放的所在。不过，在石油价格飙升和温室效应的相对压力之下，民进党执政之下的原能会宣布，考虑要和核一延役20档。全世界的核能电厂大概也都是朝这样子的方面来做。环保团体大力反对，是不是要延役无结果？了后，政党轮替，2011年3月发生福岛核灾，核案嘛变成全民关注的焦点。政府一方面加强核电厂的安全，同年也正式宣布老旧电厂不再延役。核1、核2、核3这3座核电厂确定不延役。政党再度轮替，蔡政府大声喊废核加园，管铁3座核电厂无要延役。核一2部机组早就伫咧运转执照到期进前就已经停止运作，分别大修1457工和764工。带领经济发展，嘛遭遇抗争不断。威权时代，台湾建整核一厂完工；民主时代，台湾完成核一厂除役。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会伫这个月来宣布减少登记收入保险的新制度，农民投保了后，减少的继续若是崩盘，甚至是欠收，拢会当理赔。安算为10月开始办理，目前是由高雄、屏东5个种较侪减少的乡镇来承试办。减少是咱保重要的作物，当着天灾，也是讲产量收窄，就可能互农民损失。农委会为这个月开始要推出着减少登记收入保险，选定产量较悬的高雄大寮、美浓、旗山、甲屏东里港、高树等5个乡镇来试办。保险的对象是明年1月到12月要采收的金少，会当投保的期间是为今年10月开始。台风等因素造成它的产量减少。那也可能因为市场的价格的一个崩盘，造成它的收益减少。所以香蕉收入保险就是为了避免天灾或价格下跌，造成种植香蕉的农友的收入的不稳定。所以我们预计在今年的10月就会推出这个香蕉收入保险。农会表示，这项保险主要针对是农民收入的部分，保险的金额就要看因选择的理赔的比例关价来做调整。在试办的期间，农委会会补助一半的保费来鼓励农民，不过有农民反映，就算讲政府要给因补助，不过本身经济较歹的人，所有可能看会到、接袂到。你农民种还阁7、8成，无嘛6、7成，收益袂稳定，你干那讲要创啊？你想讲对农民要加一个保障？足好意啦！我即马强调是你7、8成收益袂稳定嘛，才有迄个量上钱，讲要来要来保险咧。除了农民反映的问题，要承办这业务的农会嘛提醒，开办保险进前事先的预防工作要完备，亲像是种物件要登记的制度就要落实，还会当掌握到所栽种的面积，避免农民因为有了保障，搁来大量栽种，出现着产销失衡的状况。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明昭权高雄报道。伫台中东市猪大口有一个已经废弃真久的猪大场，也内面有一块日本时代所起的授粉碑。在地文化工作者认为，讲有文字保存的价值，也有化石证据。文字工作者指着红叶中的石碑，拢是岁月的痕迹，后边刻字说明了伊的身世。昭和这2个是很明显就可以判往外挂，不过这石英砂也非常硬。当时文字工作者李天就指出，这个石碑意义特殊，却被遗留伫废弃的旧东市都在场内底。截至目前为止，台湾现存的日治时期的寿文碑不超过15座，5位为人类牺牲的畜生的灵魂。地方上老人表示，当时都在场第1第4期原本伫到这市中心，真兴的时期，一天用派近100只精精，为了安搭设置授粉碑，后来才刷到即卖当时公布对面。文字工作者表示，伊发现了生魂化石的可能证据。大甲溪就地取材的白冷层石英砂岩，这石碑的上面，这有一道是生魂化石，生魂化石是白冷层的特征之一。
当时区公所表示，伊第四期的资料已经未当开考，真歹确认这座受分比真正年代。台中市文资处表示，已经接到相关的提报，文资身份或者是身份化照真实性，一定会专家会议来确认。这不排除有以前早期的这一种类似屠宰的这个地方都会有受文碑，考古的专家也一起去看，对，那才能判定说到底有没有李老师讲的有这个生痕化石的这一个部分。台中市文资处长指出，采受分比是日本传入的方式，设定地点在即方式，也让文资研究者观察这地区的产业甲资料发展的过程。当时的地方人士是希望文资处应确认伊的文资价值，来就古物保存。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永康市龙宫的凌霄宝殿，7年前飞来一对古水的保育类动物鸟头鸟，伫咧庙里也甲带落来啊，咱做伙来看。一片附近声当中，一只二级保育类的动物领角鸮，随着声调，喙一边开，搁一边合，敢若是伫念佛经，互民众感觉真神奇。台南永康一间宫庙，7年前飞来一对领角鸮，只有是以庙为厝，成为了镇店之宝，吸引真侪民众上门来看。有伊遮旅客安坐的时阵，个拢会飞倒来。系啊，人要安怎家炒，伊拢袂飞走。台南市永康市龙宫7年前完成大殿的时阵，至今是发现涂骹有野猫，抬头一看，10公尺高的走近，才发现有一对领角鸮来出没。7年外来，搁定期生后一代，但是自上生2只了后，就无搁看过这对领角鸮。目前常驻玉皇殿的，敢若剩1只。2012年的时候发现的，这一对领角鸮，它刚好一对，它在我们的玉皇殿上的结网。庙方一直很爱惜这领角鸮。那领角鸮现在目前在我们都市比较常见的就是像领角鸮跟凤头苍鹰，希望民众能够了解它们是保育类的鸟儿，这样子。翕照俱乐部是表示，领角鸮是2级的保育类动物，身长大约22到26公分，吸引力是真强，生活范围非常靠近人类，是都市常常看到的猫头鹰之一。而庙方对领角鸮嘛非常的保护，呼吁民众观赏的时阵，莫甲因惊到。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伫台中清水眷村文化园区内面，新增加一间拢是鸟仔的展览空间，吸引真侪爱鸟的人来遮行踏。民众真欢喜和鸟仔徛排翕相，卖使抱鸟仔的枕头做伙摄影，对头门到涂骹，四界拢有古水的鸟仔图样。这是台中清水眷村文化园区内底的鸟屋，吸引真侪介意鸟仔的民众来遮佚佗。都很适合，而且它有很多那个小猫在那个下面，很可爱。然后这些椅子也是有很多抱枕，很有亲切，很温暖。因为从外面传统的建筑，然后走进来就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存在，让人少女心喷发。清水眷村文化园区内底有真丰富的建筑形态，会使看到日治到国民政府生活变迁的历史。彩色的鸟仔徛伫红砖仔围墙面顶，展示台中文学奖的新诗得奖作品，又搁古水又搁文青。鸟屋呈现了早年眷村人甲鸟仔亲密的互动，若是幸运，嘛有机会看到眷村鸟仔店的形影。我们营造了属于一个完美的文青的风格。那现场我们还有可以收集猫咪的盖章。那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现场打卡拍照，顺便认识清水眷村文化园区。鸟屋是眷村文化园区经营的新的试验，是历史空间活化新的方式。对民众的欢迎看来，鸟屋为无用的现代人创造一个会使放轻松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最近当咧展览一个真特别的文学展，也是展现着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的作品，也正做一个做医生也爱烦恼社会、爱烦恼病人的心情。民众入来参观展览进前，爱先穿艺术袍、挂听进去，才会使入来揽群诊疗室，用艺术作家揽群的角度来看台湾殖民时代的历史。那赖和医师当时在帮忙这些医治这些病人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聆听这些庶民生活所遇到一些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就透过听诊器，让每一个人带听诊器去聆听赖和故事里的一些角色对话。
囡仔人吼就做唔成生理啦。蓝军诊疗室当伫咧日治时代的台北北警察署，也就是今卖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展出。蓝军是赖和的笔名，伫日治时代，赖和用白话文字写台湾在地故事。赖和的长孙赖国元用三个精神来诠释赖和对台湾的影响。人道的关怀，批判的精神，一个民间的力量。我想赖和留予咱的精神，我感觉用这三个，会使你来甲伊做对赖和精神，咱免来甲伊延续落去。蓝军诊疗室展览，甲要我100年前的新旧文学论战，变作是现代赖群组的对话，真深实，阁真好理解。展览现场也特别设置相敌自动手写机器人，彰显赖和的意志，以科技甲创意呈现跨时代的对话。记者尤怡珍综合报道。真侪人问讲，台语无字是要安怎写？一名台语诗人李金花，无少成本卖厝去美国读语言学的博士，经过10多年的打拼，替台湾找到了属于家己的台语字。今日暗时9点，台湾新讲解节目来看伊的故事。李金花做兵的时阵开始写诗，2年后出版头一本诗集《乌面》。过去真惯是用华语创作的伊，和文书内容委问到讲，为怎样无要用台语写诗的时阵，就出现语言的意识。一直到写改验了后，这首诗行上街头嘛，突然间觉醒。华语迄首诗要念互观众听，要念台语啊。结果我提吐吐了，念袂好势啦。迄阵就怎瞬间就顿悟，就觉醒，讲我安尼毋对，我袂当用台语直接写，袂当用台语直接念，无法度甲我的同胞、甲我的读者直接沟通，都要透过华语，我感觉这是毋对的，所以阵就开始语言觉醒。语言觉醒了后，伊放弃一切美好，40岁开始读语言学博士，为着要为台语找到家己的文字，到即阵出17本的诗集，4本的散文集。若是写用字真偏僻、真困难，诗写甲真深，人无法度进入，人就袂该读嘛。所以我拢尽量讲。尽量语言使用较浅白，文字使用较浅的，若较困难的，咱用罗马字书写。咱诗出版的时阵，后壁佫有华语注解，要帮助人了解。咱佫录音，要互人听。咱已经尽量做，互希望讲读者会当接受，会当接入咱的世界，会当对推广。这台语有帮助啦。李金花推测着台语运动过程付出虽然辛苦，但李金花将来无放弃台语诗的创作之路，诉求接近大众的用词，推广台语文化。记者曾凯杰综合报道。伫台湾的山区，有一阵子工用着上简单的方式，就地取材来修理山路。咱做伙来看因的故事。不用急哦，我们慢慢搬，先试看看哈。1、2、3。台湾千里步道协会以工作假期的方式，带着职工伫台湾山区进行100多条步道的修理。为了建立修路制度，协会伫2013年创立步道学的课程来培训步道师，并且伫2018年底进行认证。这样的东西包含你对工法的纯熟度，其实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累积。所以为什么我们累积了将近10年？才会办第一梯次的步道师的认证。步道师必须有对生态环境法律甲手作步道的认知，不只是领导的人，也是照顾的人。像这个地方大概已经有3100公尺左右的一个海拔高度，就是要注意一下志工们他们的一个体能状况，因为这边空气相对的稀薄。每一段要修的步道，拢由步道师来先踏勘，因了解石头、土甲水的关系，也佫知影如何运用这天然材质来修步道。因为我们尝试想要在这个已经变谷地的地方，做一些横向的排水，让水可以分段的被排出去。
做了一个步道，然后让大家走，然后很安全，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就感。专业的报道师和报道增加了理性的力量，确保收入品质，为台湾留下一段美丽而且安全的山路。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6度到33度。新闻最后也感谢今仔日您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